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4章18到19节，白话字圣经记载伫第67页，其他版本请看荧幕。路加福音第4章第18到19节，主的神临到我，因为伊用油抹我，互我传福音。互送乡人，伊有册我互受掠的人讲，因为得头棒，甲清明的讲，因为得着国光，来头棒受压制的人，宣传主欢喜的年。以上，这是请本堂老传道来讲道，所要讲的题目是：彼年代好事教，彼年代。好事教，兄弟姊妹平安，感谢上帝，互咱有稳定。今仔日要来领受好事教的一个福音，咱三角来祈祷。听阮阿爸，阮感谢你，你赏赐你的话语，这话语是搁真搁活，这真理要成做阮生命中的准则甲帮赞。主恳求你来启示，互阮看了。听了，会当明白，阁有勇气去决定要来行出来。主，阮知你要甲阮伫地，主，你要成做阮的帮赞。阮安尼恳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伫2015年，有一个台湾去甲韩国发展的周子瑜伊伫韩国即马开始有名，总是本来无遐尼有名。但是伫2礼拜前的拜五暗时，就是台湾要总统的选举的前一天阴暗，咱有看到新闻中间有看到周子瑜一个16岁的查某囡仔，伫遐讲：“我抱歉，我跟大家来道歉，我做的有错，错什么？伊本来伫真侪的团体中间表演中间。”伊有讲，伊是对台湾去的，特别是伫伊的有一张相片，有放韩国甲台湾的这个国旗。总是有一个演艺人员，嘛是对台湾去中国大陆的，确实来讲，周子瑜就是台独的分子，所以就中国大陆就来甲伊限制，无要互伊伫这一个韩国的团体，就是伊所属的 TWIC， 无搁互伊伫中国大陆来演出。伫压力中间，伊的经纪公司请伊出来，来甲大家道歉。伊这个道歉引起台湾社会普遍真愤慨，毋是干那台湾，连韩国人，咱全世界拢讲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反正就是无道理就对啊啦！我是倒位人，哪是你中国大陆所决定的？啥物拢讲你是中国，啥物拢讲是你的人，好的拢你的人，若歹的拢别人的人。所以我毋知你看到这个新闻了后，你心内想着啥物？你有啥物情绪？你感觉真委屈吗？你感觉受压迫吗？你想着你生命中间是毋是嘛有经历着这种被压制、被压迫，是毋是你生命中间，你是毋是有想起一个事件，甲你家己有关系？你感觉无自由，对啦，台湾人拢互欺负尔啦。你有想到这无？伫咱中间有人是228的受难者，伊就是伫个广播公司工作，讲几句话尔，总是伊就强烈去关几多年。你会感觉讲无公平，感觉讲无公义。兄弟姊妹，一个周子瑜的事情，伫电视一放送，偌济少年人心内被激动，本来无要转去投票的，大家拢拼暗时转去。我迄天11点外拼转去台北要投票，规车来，我上侪岁，一看起拢是落20岁啦。虽然我听讲是18岁啦，总是伫遐拢死去啊。但是咱看见这个事件对真侪人的影响，传道要来讲，就是讲咱人
每一个外在的刺激，拢互咱想到咱家己内在的事情。咱每一个决定，拢受到内在的过去的家己所影响。这也是咱是安那伫拜三，拢有一个灵命更新。张思聪牧师要来互咱更新，互咱真侪新的，真侪迄上帝原来创造咱，互咱更新，无搁互过去所压制，无互过去来扭曲。上帝要来医治咱，要互咱真侪一个新的人。你会感觉真奇怪，是安那咱常常看足侪人爱看8点档对无？无人敢承认啦，我知吼，总是暗仔看啦吼。8点档咱看了心足艰苦，背腹甲伊流目屎，迄甲咱兜是啥物时代啊？咱是啊靠甲安尼啊，嘛想起甲安尼啊？电视变我甲咱有啥物关系？因为咱看到电视，看到别人的故事，咱流家己的目屎。咱看到别人被压制，咱家己心内有这种生气，这就是人。因为咱人内心，因为罪性，咱内心已经破变，已经被扭曲，不是原来上帝所创造迄个美好的家己。所以咱就爱来更新，互咱搁恢复上帝所创造咱本来好。人因为自私自利，破坏人甲上帝关系，破坏人甲家己，咱家己嘛袂拄好，所以咱人会破变，甲别人甲大自然嘛袂拄好，所以咱就爱来被上帝来更新。所以咱会知，是安那伫上亲的人的中间。后一礼拜就是过年，我毋知咱对过年会想起啥物。有真侪人对过年真惊吓，特别是妇人人，特别是迄上细汉的，长期拢无眠床通困，拢爱困涂骹，就亲像团刀。阮五个，我上细汉的。转去不管阮先生是咧厝的是长子又长孙，总是转去甲娘家就是爱困涂骹，因为爱互哥哥困。你有真济对过年，有真济特别是妇人人，有敢若伫家族中间受伤，我敢若袂当伫家族中间的好势，哪会遮奇怪？你上亲的人困伫你边仔迄个人，你上气伊。是安那上亲的人，却是伤害我上深的，因为咱人有这个罪性，咱被捆绑。耶稣来到这世间，头一个讲道就是今仔日这个经文，伊要带来好消息，要互咱这个原来有罪性的得到透放，要互咱有受伤的得到医好，要互咱感觉委屈的，咱要为着咱来，互咱得到公平。要互咱得到公义，特别是公义，这个义是上帝义，所以伊就讲今仔日咱要读这段经文的讲道。咱看伫第4章一开始，耶稣要开始工作进前，伊甲咱同款，大汉了后，伊安那，伊受到撒旦的试探，总是伊赢过啊。伊赢过了后，伊开始这世间的工作。伊要工作进前，伊就伫会堂中来讲道。伊所讲道，像咱今仔日同款，伫犹太人的会堂中，要读经文，要摕经文来读，摕来读以赛亚，甲咱读的同款，是以赛亚61章1节甲2节。咱斗阵来读敢好？请主耶和华的神领导我，因为耶和华用油抹我，互我传福音，互送乡的人。找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受掠的得到透放，伤肝的出哀报，报告耶和华欢喜的年，甲咱的上帝报仇的日，安慰一切悲伤的人。然后耶稣就讲，请坐，因为迄个时代读经文，只要读经文，咱就爱安那起立啊。请坐，伊就开始讲。这段经文伫以赛亚时代已经先知来讲，但应验了。以赛亚书已经讲弥赛亚要有一个救主要来成做，迄个被捆绑的、迄个丧乡的、迄个伤心的、
迄个被掠的、被关的，遮的拢要得到医治，要得到讨棒，要得到福音，要得到一个自由。但耶稣家己讲，已经应验啦，因为以赛亚迄阵啊宣告的，就是耶稣伊家己。一个我就是像耶稣，早就讲啊，以赛亚真特别咯。以赛亚这个先知，当伊领受到上帝的预言的时阵，是这个代志要发生，就是伊的国家以色列要被掠去，要失去这个国家，而且要被掠去，搁安那要被放倒转来，转到因家己的国家，要被掠去70年。这个代志早160年前就讲了。以赛亚迄阵啊讲的时阵，一拢应验了。旧约嘛应验，甲耶稣的时阵，伊家己来读这段经文，佫较是应验了。主耶和华的神临到我，这个我就是耶稣啊。因为耶和华用油来抹我，伫迄个时代，伫圣经的时代，用油来抹一个人，就是先知啦。上帝要用的人，就是君王啊。所以有权柄，所以耶和华伊来膏抹伊要用的人，连耶稣就需要信心上帝的灵，何况是咱啊？咱是地面上，咱常常讲咱是上帝的奴仆。咱嘛需要信心，甲咱伫地。若是无了上帝的神，甲咱伫地，咱无法度做啥物啊？总是耶稣伊家己来宣告，这个好的消息内容是啥物呢？咱就今仔日要来学习。头一个伊就讲啥物？善良的人、谦卑的人要得到好消息。是安怎讲？这个善良甲谦卑是有关系。咱也就爱来学习，啥物合作？谦卑，咱敢知伫希腊文的中间，一个谦卑，一个原文的意思就是尘土，字根是共款，就是讲咱人只不过是土做而已啊。咱就爱谦卑，有一天咱拢会过去。用阮团队安尼讲，因为咱拢毋是永久的，只有像是上帝，所以咱才需要迄永远的活命。所以咱一定就爱谦卑啊！这个送向的，毋若讲你经济无好尔，是你心内送向，你心内知讲，主啊，我只不过是人啊，我只不过是土份做的啦。我爱谦卑，我要来领受你予我的福音，毋是讲我足敖呀，我就是我的就是对啦，毋是，是讲我就要来谦卑。我只不过亲像囡仔一样，咱会记得耶稣讲，咱若要入天国，爱亲像安那囡仔一样，因为囡仔安那，你讲啥，伊就安那，伊听到，伊就学习，伊就真做安尼叫做谦卑。咱会记得袂？咱的新选出来的总统蔡英文，伊就任毋是就任，伊选掉了，伊讲安那，有人有听到什么？阿门！愿咱的总统真正，咱的新的总统会当谦卑啊，很重要。所以说几次，3次啊！所以咱常常为伊祈祷，真正的谦卑就是成就耶稣同款，伊家己成为那个谦卑的代言人。伊安那，伊讲我柔和谦卑啊，对不？咱来学伊的款式。伊伫要受难的时阵，伊安那屈落去对不？屈落去要共洗骹对无？甲伊的即个温度洗骹，要安怎洗骹穿遮尔济，有法度无？无，伊爱安那躺起来，屈落去，谦卑就是有躺起来即个意思。躺起来啥物？躺起来遐，你要来压看，我无爱互知的。躺起来，这事足水的，安尼啦，安尼才会亲像团刀啦啊！所以团刀拢礼拜穿安尼，那落去就弯起来哈。实在是，咱就爱躺起来，躺起来啥物？躺起来，你感觉讲足重要，你感觉这我才会。毋是上帝讲咱爱谦卑，亲像囡仔，咱就要得到这个福音。这个福音是啥物？
就是耶稣家己本身，咱就爱互耶稣圣神带伫咱内面，毋是咱家己做决定，是耶稣你的决定做我的决定。这张图要感谢咱的一个专业的摄影师，什么人？哎呀，大家拢知啊，伊真谦卑，逐遍翕相的时阵伊拢无咧内面但是每张一张相，你心内拢爱想伊咧内面伊甲阮翕足水，所以每一人一张咱的一个长老有一个囝无甲3岁一天因阿嬷咧做工课，伊就开始念温雅静你免起来黄美英还要讲啥？仁圣长老足厉害还有这样淑月，还奇怪，你会知影淑月姊呢因阿嬷听者紧走来，讲是对啊，毋对啊，是凊彩念的记的拢对呢，名拢记甲清清楚楚，所以一个囡仔，你安那好好甲教育对，伊就安那承受对。咱来学亲像囡仔一样，所以伊嘛会活出迄囡仔。然后因阿嬷就讲，中即个阿嬷边仔即个是啥物人？我知，即个叫做强盗。我拢会花去啊！伊讲互我听的时阵，伊讲。因阿嬷讲啥？伊妈讲来，阿嬷甲你讲，这叫做传道。然后这个3岁囡仔伊讲，安尼阿嬷来，我讲一遍互你听，叫做啥物？你有听到遐？好要紧，搁一遍很重要，所以爱纠正3次。传道，强盗嗰个一字特别大，因为伊感觉伊讲了对，伊感觉伊就是对。传道强盗为什么会这样？有几个原因。习惯的看我就是强盗型主我恳求你怜悯我得罪了你。有几个原因，头一个，伊听了走进去，是毋是？所以咱听到的代志，咱听到福音，咱伫厝内听到的代志，特别是过年中间、家族中间，听说的很多啦听讲迄个安那伫咧台北上班奋斗伫咧美国安那，若毋是真理的，咱就先莫听。也是讲咱安那用上帝来聆听，总是咱毋通附和他。咱听，咱的耳孔爱好好听到即个真实。听真理，可能伊听毋对，所以伊讲出来是安那毋对的。嘛有可能安那，伊听了是啥物对的，总是安那讲出来，什么原因？舌头有的时候囡仔无法度完全，所以伊真是听到，因为伊再三甲阿嬷讲，阿嬷我知，因为别个拢听。拢讲了对嘛，敢若即个讲毋对，可见即个音伊无法度发，所以就亲像咱圣经讲，今仔日传道讲完，你要等于讲，我今仔日立志行善，由得了我决定我要做好，总是安那讲出来就变强盗。恳求上帝帮咱，上帝嘛要帮咱，咱要学亲像囡仔一样，咱会错误解读。也是咱心的软弱，咱听就知，我要安尼做，我要去传道，我要去传上帝的听，我立志，我回去这边过年，我要好好真做听，我要听真做福音，我要挖出来，要来互家族中间接受上帝的听，总是回去了后，无偌久个破功。就是咱决定有他是要做，真歹做。决定要做传道，结果变成强盗。恳求上帝来帮助咱嘛爱知。咱的兄弟姐妹，咱最亲这一个人，甲你讲几十遍啦，甲你讲几百遍啦，结果搁安尼，咱就爱知，伊有决定的，伊有想要做好，伊想要改变，总是做出来。因为咱人内心是受伤的，咱就有可能做出来，毋是咱心所想的安尼。
但上帝要讲安尼人有福气，只要你愿意，你就要得到这个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家己本身，要互咱生命的得到看见。你讲传道啊，毋是咱哦，无包括我目睭好好哦。咱爱知，目睭无看见，毋是干那即个看到，咱的心的目睭。咱的心的目睭，若是看了无明，咱的心内目睭，若是因为过去的伤害是破碎的，咱看每一项代志的解读都无共款。张世聪牧师就讲咱若是心内无迄个正确的自我形象、核心信念，毋知讲咱是遮尔宝贵，偌宝贵，咱是耶稣所换来，所以请问兄弟姊妹。耶稣伫倒位？耶稣伫倒位？当然伫咱心内，因为咱是可以换来的呢。咱每一个人的宝贵，就是每一个人拢是耶稣。咱伊用伊的性命换咱的性命，所以咱每一个人拢是耶稣。只是咱那个人的本性，所以咱是宝贵。咱要去完成一个任务，是上帝要予咱的。咱活的目的，就是每一个人拢有一个使命。是为你量身而定做，别人无法度完成的，所以只有你会当完成这个使命。咱拢是上帝的囝儿，这个福分是我尔好，所以咱唔通目睭安那顾着什么？啊，你讲知吼？咱心内目睭唔通顾着迄啦。咱来看启示录3章，这是约翰伊对上帝遐启示。对一间教会所讲的，这间教会叫做什么？老底嘉。伊讲，伊对这间教会足好起来。这间教会所在安那？伊讲老底嘉教会是安那？无烧无冷啦。你这间教会无烧无冷，上帝要安那吐出去啊？老底嘉教会无烧无冷是安那？用这个譬如，因为老底嘉迄个所在出产什么？温泉呐。温泉嘛有冷泉、冰泉对无？吼，烧嘛就赞的，啊冷嘛就赞，总是啦，无烧无冷啊啦，无效啦，对无？无效。搁一个，老底嘉教会遐是当时全世界有名的什么？目药膏啦，总是伫遮安那讲，老底嘉个教会，上帝甲讲，恁就青面啦。家己做上好，全世界上好的目膏，搁家己青眉，所以毋是看见这个青眉，是咱的心青眉了。我特别若读到这，我哪会感觉有一间教会无烧无冷。伊安那讲这间教会，因为你家己讲。我好业啦，我已经发财啊，拢无欠亏啦，也毋知，结果咱家己是困苦。这间教会是新德中会上第一名的啦，咱一年有算偌济，你敢知？咱青年偌济，咱会友偌济，你敢知？当礼拜咱开好会，兄弟姊妹，咱有看起咱的收入，就是奉献甲咱的支出嘛。咱等于会使看一下，咱敢已经发财好业嘛？咱目睭真正有看见嘛？咱或者是烧，或者是冷拢好。温泉会使互人的心得到身心灵得到医治，总是咱教会伫遮，咱的温度是安怎？咱伫遮聚会，毋通互上帝讲无烧无冷的啊！我要甲你吐出去啊！也咱爱为主来的心，上帝是咱的愿望。伫启示录讲，敢毋知你是困苦啊？你家己叫是好业，你家己叫是足赞的，就是青面啊啦！可怜啊，可怜啊！
愿上帝将做咱教会的帮衬，兴起咱。伫新的年代，伊要互咱得到医治，咱心内目睭要得到医治，这是上帝的话，阿们吗？感谢主，上帝要将做咱的医治，因为圣经会当照明咱心内的这个目睭，咱三角来读，请求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阳光的白，赏赐恁智慧启示的心，来亲捌上帝，恁的心目得到光明，互恁知伊接了人所仰望的是怎样。伊的业伫圣道中，阳光会服务到怎样？阿免，这是上帝话要应验伫咱中间，要正做咱的教会的主。伫恁的智慧，咱敢通好来读，换做啥物？咱合敢好？这是上帝应允。咱哪读上帝话，咱就哪有气力。伫透过咱的宣告上帝话时阵，上帝就医治咱心内的目睭，互咱会当看见光明。请求咱主耶稣基督上帝，阳光的白，赏赐咱智慧启示的心，来是咱上帝，咱的心目得到光明，互咱知伊了人所仰望的是怎样。伊的业伫信徒中，阳光会服务到怎样？阿免。这就是上帝要互咱的应允。今仔日讲到这个，耶稣互咱的应允一定要来应验。伫拜五中间传道透早4点外，互相信心叫起来讲，即马即个讲章吼，爱搁改，爱搁改，我著较紧诶，4点外较紧诶，搁甲即个今仔日讲章搁改一遍，改另外一个版本，一直到迄天暗时8点，拢目睭无开，拢安尼就是一直看电脑。到基督会时阵要读经文，咱即马基督会经文是用蓝底黄字一读经文啊那，大光照传道啊目睭足艰苦诶，主啊，是保罗是怎安尼呢？我哪会敢若甲保罗共款，你目睭有够烧，有够刺畏光安尼，较紧去看一个眼科，我想讲系啊，目睭要青面啊，迄款眼科的这个小眼科甲我讲：“哎呀，你有腰酸背痛无？”讲你哪会知？这目睭甲腰酸背痛敢有关系？讲有啊。你拢几点困啊？我拢12点外啊。你拢几点起来啊？我拢才5点外起来。讲安尼你就目睭安那？啥物症？3字？有人飞蚊症，有人肝炎结果是欠啥物？肝炎症就欠啥？所以后边看到传道爱讲啥？爱讲水哦，传道欠水嘛传道要讲的是，我看到咱教会，我伫遮伫要4年，我足爱这间教会，咱的心意拢足好，就如软，拢真谦卑，总是咱拢无真轻易讲鼓励人的话。咱的足侪长老，特别咱的第2长老。其实我拢定定看到伊讲，你是全职同工的全职同工。全职同工意思就是，教会领教会的下礼。咱看到咱第2长老，几乎敢若来上班的，比上班搁较上班。咱有甲咱的同工鼓励无？毋是学老哦，学老是无共。你足赞的，安怎赞？毋是，你的辛苦，你逐工来讲迄个具体的。阁有，咱同工中间可能会做唔对、错误的决定，甚至会讲错误的话。总是伊若是内心，唔是恶毒的，伊内心唔是故意的。咱今仔有读到陶成对吧？闪撇声，咱知影伊的动机是好的，咱就来鼓励伊讲：我知一定有一个原因真重要，你才会安尼做。咱来学习这句话敢好？你若过年中间看到一个人，互你足赤目的。敢若大光无爱看，头挖对边仔去，看伊远远来咯。敢好你心内爱讲一句话，伊安尼做一定有足重要原因才会安尼做，对伊来讲足重要。伊才安尼决定啊，啥物人无想要好好，啥物人无想要互代志好，伫教会中间搁还是安尼。咱迦南教会
受祝福的教会，敢好咱大家拢看到彼此拢安那鼓励，看到传道讲水啦啊，就是鼓励啊！咱需要上帝的恩膏，咱需要对上帝遐来甲咱鼓励，透过咱去鼓励人。你的想法一定有你重要原因，再做安尼决定。咱来彼此鼓励，咱的心就会被医治，性情必伫咱中间，要来翻转我们，互咱得到完全的健康。特别是要互咱被掠的、受压制的，要得到头放甲自由。不管是什么情形，你有通是会被罪恶来一个限制。即摆少年人上定定都是手机摕起来讲，我要看5分钟，结果看偌久？5个小时。咱中间嘛有人安尼嘛吼，也是被罪来捆绑。总是上帝讲，伊要爱互咱安那得到头放，咱无要搁亲像罪的路财，伊要互咱安那得到医治，要互咱得到头放，要互咱得到自由。这个自由是真正的自由，是无搁互罪安那勒索，无要互咱搁被罪安那不得不。无要搁互咱立志行善，由得了我；行出来怎样，也要由得了我啦。阿妹吗？这就是上帝伊的，要互咱真正安那？这啥？耶！哦，咱特别若翕相安那，耶！1、2、3、3、2、1，耶！其实吼，这去外国袂使学袂比啦吼。英国甲这当初是安那？英国甲法国，因咧相争的时阵吼，你若比安尼，你若比安尼咧，无共哦。因以前拢安拍枪对无？吼，即马吼，法国人啦，即马俘虏来吼，即马若俘虏来，一定爱甲你的手安那剁掉嘛，你就袂当搁安那拍枪啊嘛。所以吼，英国人因若胜利，无去用掠去做俘虏。因伫法国人面前，因咧比安那，表示安那，我枕头还搁低个啦，安那，这是挑衅哦。总是，咱这无要搁有竞争、战争，咱嘛无要搁互过去所辖制，咱要爱活出迄真正的自由。这自由是啥物呢？这自由是真正的自由，是基督来了后，要互咱对罪来安那解放出来，要得到真的自由，要互咱真正安那会当出头天啊！安那出头天，就是要互咱会当自由来决定，无要搁互勒索。所以伫自由中间有一个层面，咱人就是被决定了爱去决定。就是咱一定上帝互咱创造咱，互咱有自由意志。伊甲你讲，你爱安那做，你会受祝福，人因你得福，还是因你得祸呢？因为你而得到那个灾祸呢？你来决定。我要拯救你，上帝要疼世间人，无爱一个人沉沦。总是安那，你爱决定。我要信，我要谦卑，我要得到这好消息，我要主你踮伫我内面。你爱决定，因为咱互这个创造主，这个决定者，被决定，咱爱去做决定。你若唔决定，歹势嘛是决定，是毋是？所以，兄弟姊妹，咱有做决定的这个自由，这是上帝互咱的福分。总是另外一个层面，咱要看。咱要决定啊啦，无要互人决定啦。咱要安那自由啦，咱要出头天啦。咱要来安那决定我家己要想要安那做。我的囡仔，因甲18岁时，因就想要骑奥摆，所以我大汉呢，就讲好，我18岁我去考了，我嘛要骑奥摆，然后呢，要载这个正妹、辣妹，然后就去这个夜冲啊。就是暗时拢唔困啦，就走去骑倒摆安尼。咱甲伊讲三声五令有效啊无效？无效吼！甲
该讲也无效啊，一遍两遍三遍。你看我家己会当决定，我家己负责啦，安那会使袂？我大汉啊，会使袂？只好靠伊去啊，伊决定的啊。到20岁，你家己爱承担，好，你家己决定。有一天，嘛去伊的厝，载规阵啊，翘头来去伊的厝，8点外就接到电话啊，爸爸，我发生车祸，后壁载一个正妹。滑倒，你知影发现载人的人爱负责安那，后壁的人对无结果伊的骹盘、骹迄个膝盖就是受伤，所以尾仔行路安那，拢比我搁较歹。阮囝偌烦恼，因为爱共带啦，人骹安尼无共带无免安那，打害啊！大学毕业的时阵，毕业典礼，阮有去看啊，真的这个女孩子长得又正。然后成绩又好，因爸爸妈妈拢会计师，哇！迄阵发生代志，讲无要紧，无要紧，我来负责，我来甲对方来谈判，得到很好的这个理赔。但是安那有一寡就是无法度理赔，伊心内安那真艰苦。所以当甲因妹妹要徛倒摆的时阵，请问咱要投票的时阵，因哥哥一定讲啥 ？No 哥哥你都可以，为什么我 no？为什么？为什么？哥哥就讲一个，伊讲妹妹，我到今嘛，我27岁啊，我心内还阁安那愧疚。一个好好的女孩子，伊家己骑车滑倒。感谢上帝，好佳在即马7年啊，伊已经恢复会当正常的行路，唔免共带啦人嘛不一定要嫁人啦总是上帝就是予咱去决定，你爱负责任。决定无要互决定，总是你爱负责任。你要决定爱安那，是毋是要被决定？团队你是咧讲啥？有到一个境界，就是讲主啊，你互我这个主权，我想要做啥物就会当做啥物，总是主我决定要互你来决定啦。这叫做啥物？两字叫做啥物？顺服。我大头家总是我安那决定谦卑，我要顺服。来到这拢咧服侍兄弟姊妹啊！来到这我毋是大头家，来到这我就是上帝囝儿。来到这我要决定被决定，我要顺服主。咱就成做真正自由的人。咱被决定的时阵，有当时会感觉讲足歹势，哪会是安尼主啊？若是迄落，那万一我去共讲，人也毋是安尼，我毋是足歹势、足见笑的。我去共即个道歉，也是讲我去共讲好消息，人拢无接受，毋是足歹势。咱今仔即礼拜拜三有一个见证，张思聪牧师伫即礼拜上课了后，互咱操练，因为今仔迄天拜三的第一幕就是聆听上帝，听上帝话语啦。上尾的时阵，伊就讲：你来带领大家来经验小试身手哈。所以伊讲好，你摕一张纸，你来祈祷，我来祈祷。你迄阵祈祷的时阵，啥物人的面伫咧你的面前，你就对伊来写一句祝福的话，对伊来写一句祝福的话。咱的兄弟伟克哥伫咧咱的周报13页有写伊的见证，但是毋好即摆看哈，我恁咧摕啊，毋好。等下等伊来看哈，伊领受9年，伊已经伫我遮，你放心，因为伊看到迄个人是啥物人？啥物人？啥物人？即摆上需要被安慰，好无事啊！伊领受了，伊嘛毋知因爸爸受洗袂，因为听讲因爸爸敢若还袂。洗礼总是哪会是即句话？我若写去，若叮当哪会安尼？但是伊顺服，伊头一个领受了，讲主啊，我顺服，伊就去头前甲考无书。这就是阮每一个人咧排队，甲迄块摕互考无书。感谢上帝，考无书的爸爸，我对着无书娘知，去年伊爸爸去教会接受主耶稣。感谢上帝，咱这离路落会心的艰苦，讲爸爸即摆是会倒哪会即个方式？
那这个是上帝用伊的囝儿为靠，真正顺服，伊提起苦无书，苦无书得到上大的安慰。兄弟姊妹，上帝若互你听见，是会当安慰人，会当造就人，会当宽免人的。咱是毋是顺服？用上适合的时机，用智慧的方式祈祷来真做别人的帮助。上尾咱要领受上帝悦纳人的喜年，这个喜年就是讲，咱知6天做工课了，第7天咱叫做什么？安息日。6年了后，第7年叫什么？安息年。啊，然后这个安息年，咱叫做什么年？喜年。哈，喜年就是讲我古早甲土地这个抵押互别人，因为我有需要总是我要救急，我抵互别人的。喜年的时阵，拢爱互这个人，拢爱归还给他。上帝拢要归还给我们所失去的，亲爱的弟兄姐妹，阿们吗？阿们。就是咱失去的，上帝拢要归回，但是我们要做一个决定：你愿不愿意接受跟领受？你愿意接受跟领受无？图图大主教伊安尼讲，伊讲宽容别人。就是把你过去失去的摕倒转来。这句话非常有道理哦。因为图图大主教迄阵伫非洲，伊嘛得到足大的昆虫甲迫害，曼德拉总是安怎讲？宽容、饶恕，是把我失去的怎样拿回来、归回来。喜年就是归回。归回你该有的，归回你原来有的。上帝要归回我们原来他所创造我们的美好，这就是耶稣所给咱的福音。伊家己本身真多福音。咱看到这段经文，耶稣用以赛亚61章来讲的。咱看这2段经文，耶稣是讲路加福音，好，这是耶稣讲的。伊根据以赛亚，请问这经文倒位无共？你看出来对无？是耶稣闹读一句话，伊是目睭无好吗？是吗？毋是。伊搁一遍甲咱讲，耶稣来已经应验了弥赛亚，伊要讲好消息，互咱得到拯救。伊爱世间的人，总是伊搁来的时阵这项代志要发生哦。咱来读敢好，红色的这，请咱的上帝报仇的日，咱的上帝报仇之日。这项代志毋是未应验，是时间还未到。耶稣有恩典，伊就停在欢喜的年、欢喜的年，伊要咱搁去传福音。所以咱讲，咱即马号做喜年代，就是讲耶稣来了，伊还未搁来以前，咱拢是喜年。所以兄弟姊妹，你若有厝的人，你所伫意的，还未信主的，刚好，咱来互伊福音得到福音，咱家己爱祈祷上帝讲主啊，互我真做迄个福音，唔好人看到咱就讨厌，是要安怎信这位上帝啊？因为上帝报仇的日。会到啦，会到，只是还未到。耶稣过来的时阵才会到啦。咱的性命，咱人袂死。听，这个日本今嘛最有名一本册，《人不会死》，是一个医生写的，急诊科的医生。你讲啊，谈到你讲这拄则毋是在讲科博士的爸爸。这个医生所讲的、所见证的，就是讲什么？人的什么袂死？灵魂不会死，身体会死，灵魂不会死。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若是有亲人，你上帝伊的，伊也未信主，刚好咱讲做福音。上帝要修行，首先来祝福我们，让我们成为福音，因为上帝已经带伫咱内面，咱就活出迄福音。的好消息，边仔的人看见，因就嘛要来信。有一个教会就是水灵教会，庄信仁牧师，伊教我是前几届
伊甲我捌伫协谈硕士做同学，伊4月17日会来遮，好会来关心伊个公道，要来募款。伊去用差派去水林教会时阵，遐中职看到伊讲，这是大哥级的来咯，因为伊看起来足像罗马的吼。伊去迄间教会，一看，这个面拢乌去。迄间教会几人？这有够，还佫有通走。8人，请问咱才有几个倍数？很多倍数嘛，吼！你知影水林教会即马偌济人？3位数。一个牧师去遐，2008年庄信仁牧师。即马这是伊的教会，总是伊的教会要登记无遐尼简单，毋是金钱的问题那尔，这拢老，所以一定要去，因为伊的教会产权有问题。咱知影，咱古早奉献，互人做教会，足侪人拢甲伊的土地奉献，总是伊怎拢无安那，无法令嘛，无过户，即马足侪问题，总是迄年安那，上帝要来解决，阿妹吗？水林教会毋若干那欠钱，嘛毋是干那搁咱来为伊来祈祷，吼，因真正真弱小的教会，总是100几人内面，2/3拢少年人啦，2/3拢是遐的困苦的人，总是一个牧师甲因招来教会，这是因的送互咱教会的一个限制啦吼但是咱柯牧师跟咱的牧长决定讲安那为因来奉献吼，总是一个好的物件、好的代志，咱第一场的人拢已经拢摕完啊，总是你会使继续奉献哦。你无摕到限制，但是要奉献无？拢无声吼。嘛是会使奉献啊，因为若是奉献，就是对你甲你有关系哦。虽然咱人伫遮，总是咱嘛会使甲主来同工，做上帝的脚甲手，对无？这就是咱本来第一场的时阵，咱有讲到。所以咱的福音就是拢，互咱真做甲主耶稣学习共款，咱要家己来牺牲，要来祝福咱厝边隔壁的人，要互厝边隔壁的人嘛得到这个福音。这个新年代好事到，新年到，好事到。上帝的所欢喜的应允的应验，嘛要临到伫咱甲咱厝的家，请咱来祈祷。团队要来邀请兄弟姊妹，当咱收到这个好消息，这个好的事已经临到伫咱中间。团队要来邀请你，为着一个人，你上亲的人，伊还未信主，还未得到福音。刚好你为伊来祈祷，互伊会当得到头帮，得到安慰，互主来听，互伊的性命得到永生，因为咱毋知明仔载要发生什么代志，总是咱知，咱若信主，未来每一项代志拢是好代志。安尼福音要对着咱，转去到咱的厝，特别是咱家族中间，互咱正做福音。咱安静伫主的面前，咱来祈祷。天阮阿爸，阮感谢你，感谢你听阮。主，阮的心嘛拍开，你住伫阮内面。主啊，
安尼福气，我们要活出这个福音的大快乐，就是让人的生命得到改变，变甲愈来愈好，好甲亲像耶稣一样。主恳求你赏赐予阮快乐，互阮活出主你的福音的时阵，阮有当时会拄到困难，但是主你应允阮，互阮有快乐，因为你要修身来医治阮，互阮得到完全。主啊，你要互阮甲你的关系好好，甲阮家己，甲阮身边的人。主，你要真多阮会支持，虽然这世代的人无人支持阮，总是主，阮有你的支持，阮就有够野啦。主，你要真多阮的引带，阮做足侪决定的时阵，主，阮愿意按照主你的心意，你嘛愿意来显明你的心意。主啊，互阮会当静静来听，安歇伫你的内面，互阮知主。你的旨意，阮若顺服来行。主，当阮若行袂落去的时阵，主，阮知你的圣手要抱阮，你要来做阮的决定，你要来做阮的勇气。主，你要来做阮的智慧。阮感谢你，阮要用主你教示阮的主祷文，要安尼来祈祷讲：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